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中嘉周报新闻，我是蔡小军。全台各地有许多艺文展览、暑期休闲活动、限定美食，还有在地美食，赶快透过镜头带您一睹为快。先来看高雄出现特色古早味霸丸，打破寻常的吃法，不加番茄酱调味，也不搭配四神汤，独特的屏东道地风味吸引饕客目光。圆润饱满的肉圆伴随着蒸腾热气新鲜出炉，外观看似与一般肉圆没有太大的差异，实际上从内馅、调料到搭配餐点，都与高雄的习惯有着截然不同的风味。位在雄工学区周边的屏东肉圆，靠着家中的祖传手艺在高雄立足。虽然来高雄开业不久，但小店成功以独特的口感滋味，刷新不少饕客对肉圆的既有印象。最大的差异就是在调味的部分。调味部分，高雄是属于比较勾芡的，那我们在屏东比较传统，是用轻的酱油下去调味。从我们绞肉开始，我们肉块的部分，我们分别挑我们猪肉的前腿肉跟它的肩胛，就是它的腋下的部分位置，那部分比较有嚼劲，比较有口感。对，然后我们再去做切丁，变成是一块一块的绞肉，做成肉丸里面的肉。然后在我们屏东吃完之后，你会留下一些绞肉块，我们会搭配我们清汤下去，把整个碗的里面的酱汁都喝完。一份特色的屏东肉圆，就连搭配的餐点也与一般的印象大有不同，不是肉粽米糕，也不是四神汤与贡丸汤，而是一盘富有胶质的汆烫猪皮。猪皮口感 Q 弹，只需要简单的淋上蒜末辣椒酱提味便已足够。古早味的组合吃法，承载着老板心中最经典、最难忘的屏东味道。这个手艺的来源是来自于我阿祖，我阿祖他是从民国2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做这包丸了，然后后续传到我阿嬷、我爸爸到我这边。那小时候我们就开始接触这个肉圆的环境，就是从小在肉圆店打工嘛，换钱。那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接触肉圆，每天吃肉圆，吃到后来来高雄之后，找不到我们屏东传统的味道，才想说要去做这一个手艺这样。从屏东飘香到高雄，祖传肉圆不仅保留家乡最道地的风味，也承载着一家人世代相传的用心与坚持。对老板而言，卖的不只是肉圆，更是一份陪伴自己长大的家乡记忆。只希望让更多人可以透过一口独特的滋味，认识到屏东肉圆的传统魅力。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台北市客家人口突破45万人，市府成立客聚育成中心，2层楼的空间规划成展厅、多功能教室、专业摄影棚及料理厨房，促进世代交流。在迎销国小小朋友精彩的客家方口诗表演后，台北市长蒋万安与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主委吴文德、环保局长徐世勋、市议员张文杰与龙生里里长沈凤莹等人共同揭牌，宣告台北客家育成中心正式启用。一起动，一起将手掌放上盖进去，留下大家的印记。3个位置的传统，我们台北客家育成中心正式揭牌。用流利的客语向大家打招呼。台北市长蒋万安感谢在各界共同努力下，让客家乡亲多了一个新家——台北客家育成中心客聚。2层楼的空间设置有摄影棚、录音室与料理厨房，希望鼓励年轻人能在此制作影音内容，推广客家美食与文化，将客家文化与产业接轨。我们一直希望让客家的文化不只是能够永续的推广，而且我们更期盼年轻的朋友能够了解客家的文化、客家的音乐、语言各个层面，而且透过自己喜欢的方式传播出去。所以今天我们的客聚，也就是台北客家育成中心，我们规划的很不一样，包括有摄影棚、录音室，我们就是希望年轻朋友能够透过 Podcast、透过 YouTube、透过影视音的形式，能够介绍更多客家动人的故事，让大家看到，让大家听到，让大家认识，让大家爱上。我们也有料理厨房，
刚刚有建议邀请黑白大叔来，我们会努力。那二方面，最重要是让客家的美食，甚至客家的文化能够产业化，透过美食，透过这样子融入到日常的生活，让客家的好、客家的魅力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蒋万安进一步表示，馆内还有大型展演厅、多功能教室与交谊厅，为戏剧、音乐及各类表演提供舞台，期盼成为热爱客家文化的年轻族群发挥创意与能量的新平台。我们也有包括大的展演厅、多功能教室、大的交谊厅，让音乐、让戏剧、让各样形式的表演能够有一个舞台，让这些热爱客家文化的年轻族群来发挥，让他们展现最好的一面。对于台北客家育成中心正式成立，常年参与推广客家文化的龙生里里长沈凤云也非常肯定。主要育成中心，它原来的创立的目的跟宗旨呢，主要是要发扬客家文化，传承客家文化，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个中心呢非常难得，在这个地方有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客家好的文化要继续发扬，要创一些新的客家文化，来上对祖先，下对子孙，才有一个交代。所以这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使命。今天能够有一个历史的时刻呢，非常感谢蒋万安市长呢，给我们客家一个园地。蒋万安表示，近年来客家相关活动规模与参与度显著成长，每年客家义民嘉年华活动越来越丰富多元。客家主题公园去年参观人次更达160万人次。此外，去年8月首次举办的台北客家美食节也获得热烈回响。蒋万安期盼客剧能成为持续推动客家文化传承、创新与交流的重要基地，更欢迎各界，尤其是年轻创作者，踊跃利用影音、录影、展演与烹调空间来传播客家的语言、音乐及故事，让客家红起来。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眼尖的网友发现，台南市府文宣更换视觉风格，出现台南 N 字样。文化局澄清此为城市品牌试验计划，目前尚未全面更换市徽。以流动曲线构成的英文字母 N 底下写着台南市政府，怎么跟现在看到的市徽有所不同？社群上有网友贴出2款新的 logo 设计，引发热烈讨论。许多人认为都非常好看，很有古迹的色彩意象，跟旧的相比更有现代感。我不知道有换了，感觉变得蛮有设计感的，就是没有那么古板。原本的市徽就是其实已经看得蛮久，就蛮习惯突然改成比较简约的刚开始看也看不太习惯。民众看法都不同，甚至还有人不知道。没关系，这个 logo 还有动态概念影片。N 就是台南的南字字首拼音，整体配色取自台南的自然、人文与产业特色，还能延伸应用在城市行销与公共事务的完整视觉系统。市政府有更多的说明，可以让我们市民可以更加了解，用这样的一个logo 跟符号形象，它应该要代表着台南什么样的元素。简约跟简洁的设计其实是通常适用在各式各样的地方，所以当很多的这个地方都放上这个市徽跟识别设计的时候，其实就形成了台南的印象。品牌视觉呢，它所要推动的一个部分，事实上是从指标的一个部分来进行主要推动的一个方向。那将所有的跟观光旅游或者是文化景点来做一个更一次性的一个整理，这个都还在处于试验阶段。这套设计目前应用在城市指标系统当中，在西市场能看到相关的视觉呈现。不过，城市视觉系统本就具有阶段性，会随着时代调整更新，不会长期固定不变。后续是否全面导入，也将持续受到关注。记者周怀腾的报道。再带你来看高温特报频传，鼓山鱼市场室内略显闷热，引发民众反映。营运团队表示，先前已加贴隔热贴，增设冷气，后续将再评估空调调整。
南部高温炎热，不少民众会选择到室内景点避暑。转型后的高雄鼓山鱼市场就成为民众及游客品尝美食的新去处。不过，近日高雄持续高温，有游客反映馆内空间略显闷热，尤其用餐尖峰时段人潮增加时，感觉冷气不够凉。刚来的时候应该还好，现在开始觉得有点热。通常可能百货公司或者是买饮料吧，买饮料和解暑。对啊，如果真的太热的话，就窝在家里就好。刚从旗津回来，来到这边比较凉，吃个饭消暑，比较不会太热，为中预防中暑，够还蛮凉的。鼓山鱼市场前身是拥有近100年历史的鱼市场，整件活化后采用透明盒子设计，四周使用透光双层玻璃，屋顶则是铁皮结构。馆内餐饮业者表示，近期天气持续高温，加上西晒影响，室内温度确实比较容易升高，希望相关单位持续改善空调环境。空调不足，我觉得这应该是所有卖场都会遇到的状况，不是只有这边。对，人潮多的时候一定会啦，因为毕竟人的体温啊，还有各家店营业的一个部分。对啊，但不过我觉得这边空调已经尽量满足我们了。对，但还是会比较热，因为毕竟这边是铁皮的部分啊，一定会比较吃亏一点这样。放暑假了，就高雄人大家可能就不想去别的地方，就可能会到这边来。这样我们这边就是很多美食这样子可以吃，就大部分就是可能说家长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高龄的人士会来这边，就是来看看这样。对此，经营团队表示，主要因为这几天真的太炎热了，在去年3月开幕之后，已经将所有玻璃贴上隔热贴，同时也追加冷气主机，后续将研议是否再次调节冷气温度，提升民众舒适度。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再带你来看，紧邻板桥接云寺的博寿公园完成全面整修，全新的游乐设施以独特的庙宇风格为主题，6月29号正式启用，成为亲子游憩的新亮点。板桥接云寺香火鼎盛，是在地信仰中心。一旁紧邻的博寿公园是信众带着孩子放风的好去处。有感于周边缺乏学龄前孩子游乐的场所，日前板桥区公所充分利用公园空地，打造一座属于孩子的共融式游戏场。全新软质地垫搭配旋转滑梯，周边还有静态益智游乐器材。博寿公园游具不止小朋友喜爱，大人也能在一旁健身运动，孩子开心，家长放心。板桥区公所区长陈其正表示，感谢新北市府民政局绿美化环境景观处与接云寺的经费挹注，让新游戏场顺利落成。新的溜滑梯上方特别架设遮阳板，遮雨挡艳阳是公所贴心的小巧思。里面也有我们共融游戏场，很多必备的元素，包括这个攀爬、溜滑，等等探索，很多的一个功能，此外这个游戏场，我们旁边还有加设的这个体健设施，供这个比较年长一点的这个长辈，天天可以来这边运动，有增加一些益智的游戏。博寿公园新游戏场挥别一成不变的罐头游具，以庙宇风格图腾为主题设计。与一旁的接云寺相映成趣，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接云寺主委胡崇浩、刘侯里里长黄成亮也都参与新游戏场启用仪式，感谢新北市府与地方携手，促进公园活化。公园为了4块0吨的路，拢换新的啊，所以咧区长甲市长对无吼，甲局长啦，咱局长咱即摆即个药局局长啊，甲局长拢去注意在安全的问题，所以非常感谢各位改造足侪物件伫。古早是荒废话，即摆一切拢无共，所以这感谢庙啊，甲咱政府吼啊，甲咱这刘侯里景观改造一切啊。香火鼎盛的庙宇传出孩子的笑声，为地方增添生气，也让博寿公园、接云寺与一旁国定古迹林本源园邸连成一线，成为在地新亮点。记者张瑞瑜采访报道。再带你来看基隆和平岛地质公园暑期活动开跑喽！今年结合基隆建成400年，首度推出小岛微醺限定走读，让成人游客透过各国历史的酒来品五感，穿越历史。每到夏天，基隆和平岛总会吸引满满的玩水人潮。不过这里除了有无敌海景，从2018年开始，
环境友善种子团队就在这里深耕环境教育，将整座小岛变成生动的户外大教室。今年主办团队结合全台瞩目的基隆400年历史浪潮，打破环教只有小朋友能玩的既定印象，特别为成年人开发出极具创意的深度无感走读方案。欢迎大家可以来和平岛地质公园，透过走读无感体验的方式，我们还会让大家有点微醺的方式，就是喝各国年代的酒，透过酒去穿越这400年的经过。不止大人能微醺听历史，针对家庭客群，园区也把生硬的地质与生态知识转化为超好玩的产地到餐桌体验。环境教育课程是可以很好玩的哦，包括我们有小海女的体验哦，我们带小朋友到户外去了解海女是怎么采海藻的，再带他们到室内来包海藻水饺，然后一定会越玩越有趣，而且还可以学到东西。另外是在潮间带的行程，或者是到地质区里面去画地质，还有针对企业所规划的 ESG 的定向的活动，也都非常适合大家来玩。结合历史走读、生态探索与在地美食，和平岛用创新的绿色旅游思维，要让造访的每一位旅客在这个夏天带走满满的感动。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台南市教育局推动115年公立幼儿园餐点精进补助计划，在白河区大竹国小妇幼展现成果，推出融入在地食材的8道创意健康美食。精进餐点，点石成金。为全面提升幼儿园餐点品质及共善环境安全，台南市自113年起推动幼儿园食品安全辅导计划，透过营养、环境及人员3大面向同步精进，打造更健康安全的幼儿饮食环境。这次在白河区大竹国小附设幼儿园举办的成果发表，现场展示学校老师与厨工阿姨们携手展现的创意巧思，将健康饮食与在地文化融入餐点设计，成果丰硕。我们学校的厨妈，还有我们幼儿园老师呢，他们共同研发的自创的自制料理，那主要是给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来食用的。那我们的取材呢是在地的食材，像今天要示范的一道菜呢是藕圆红枣汤。那藕圆不是芋头，而是我们当地的莲藕粉去制作的藕粉，所以我们的设计餐点都是以在地食材为主，然后强调的是少油少糖，然后能够兼顾到孩子的健康。白河是全台知名莲花产区，大竹国小这次特别将莲子、莲藕等在地食材融入料理设计，不仅提升餐点营养价值，也让孩子透过品尝美食，认识家乡特色，实践从产地到餐桌的食农教育理念。这些菜品呢，都是用我们白河在地的，像莲藕粉啊、莲子啊，都有入我们的点心。因为我们觉得孩子的点心应该要吃在地，比较健康，而且也符合环保的低碳精神。教育局长郑兴辉也亲自到场与幼儿同乐，并肯定各校持续推动饮食教育的用心与成果。郑兴辉表示，市府长期以健康、营养、在地化作为幼儿饮食教育核心，持续强化食品安全与卫生管理，透过在地食材融入课程与餐点，培养孩子正确的饮食观念，让孩子吃得健康，家长更加安心。餐点创新，点石成金。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北市府会携手举办的敬老献艺歌仔戏迈入第13年，今年将由副市长刘和然带领，8月9号晚间演出经典剧码《金殿抗婚》，共度父亲节。台上演员专心地唱着传统戏曲，仔细一看怎么有点眼熟，居然是新北市的艺员们全套戏服妆法粉墨登场，为8月的敬老献艺歌仔戏演出暖身献唱。新北市政府与新北市议会携手举办敬老献艺歌仔戏，已迈入第13年。周四在新北市政府3楼逗点实验室举办记者会，参与演出的市府官员及议员身穿戏服亮相，提前为演出暖身。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也宣布，今年将演出经典剧码《金殿抗婚》。邀请市民朋友8月9日晚间7点到市府3楼多功能集会堂免费欣赏精彩的演出。那我们这个活动每一次都非常谢谢我们议会
这个大力的这个促成，因为议员跟这个市政府之间本来就是行政跟监督啊，卸下这些角色以外哈，我们最重要的是希望府会可以共同为这个城市打造更不一样的地方，所以非常谢谢我们美方团长率领，我们今天特别出席，包括我们的美方议员、我们的宜幼议员、我们的嘉陵议员，还有我们的新华议员，4位议员啊粉墨登场啊，因为台风的关系哈，我们下礼拜1开始可以来我们市政府索票，那希望大家在8月8号过完父亲节，8月9号晚上7点到我们的新北市3楼的集会功能的大集会的这个功能的演艺厅来参观我们的金灯控婚这一场世界的巨作，谢谢，我们希望拭目以待。敬老献艺歌仔戏今年再度邀请荣获113年中国文艺奖章戏剧奖的资深歌仔戏老师黄美静担任艺术总监，指导演出《金殿抗婚》，故事描述东汉名臣宋弘不畏权势婉拒赐婚，展现重情守信的精神，也希望借由戏剧传递正向价值。议员们也纷纷表示，尽管紧张，但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参加演出，感谢老师们的指导，让大家一起替传统文化尽点心力。今天真的很谢谢我们的同仁，而且今年大家都知道是对我们来说非常关键的一年，但他们都很愿意这样子来付出，可见得我们大家都对于我们传统戏曲的重视哈。那我们也希望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尤其是年轻人，我希望说年轻人也会很喜欢我们的演出，然后可以传承，把这么好的一个传统技艺传承下去。然后很谢谢美静老师呢，昨天呢还要那个帮忙4大的这个社区的社团呢来演出，然后昨天到10点多才回家，然后今天早上一早又要来这里继续帮我们呢，在这个稍微做一点调整这样子哈，所以我觉得很谢谢美静老师的辛苦。新北市新闻局表示，今年演出适逢父亲节周末，正式演出将于8月9日晚间7点在新北市府3楼多功能集会堂登场，入场券自7月13日中午12点起，于新北市政府、新北市艺文中心及新庄文化艺术中心等地免费索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也欢迎市民朋友相约欣赏传统戏曲，共度温馨父亲节。记者肖世荣新北采访报道。因台电管线迁移延宕，楠梓路桥机车直通高南公路政策受阻，议员建请无管线抵触的北往南方向先行实施，可望1个月内通车。原本预计今年7月开放机车直上楠梓路桥，直接衔接高南公路，却因为卡到台电管线迁移，得再花长达半年的施工期。对此，高雄市议员黄文志提出替代方案，建议先开放没有管线冲突的北往南方向，不必等到整体工程完工，就能让机车族提早使用路桥。就是由都会公园往仁武的这个方向的这个路桥，这边机车道是可以先来做施工打通，让这个下桥的这个路段不用再绕一大圈，那再接到高南公路，那可以直接有直行的状态。那增设2组红绿灯，那消切这个潮化线，来让机车通行可以直上直下。向国土署进一步的争取计划获得核准，将透过这个分隔岛及号志的分流，提供机车比较直捷的一个路线。那经过邀集各主管机关现勘后呢，往北方向涉及这个管线迁改的问题，有待变更设计。因此呢，朝向这个优先执行往南没有争议的方向。那目前市府团队正在尽速的进行细部设计当中。议员认为，如果采取北往南先行方案，只需要新增号志并配合调整道路标线，最快1个月就有机会完成。其实30年前路桥刚启用时，机车原本就能直上路桥，不少在地民众至今仍印象深刻。期待未来恢复较直观的通行方式后，能改善常年绕行容易迷路的问题。地下道的话，路不熟的话，会迷路啊！我觉得这样比较方便了，因为这边是百慕达很多外地人来不要说外地的，在地的人都会迷路。我觉得要整体规划，对，要全盘规划，就是考虑到要快捷又要安全，这样子，不要再留下这个美名。为了安全，如果加红绿灯也是
就是不可避免的。北往南先跑的替代方案，不仅大幅缩短工期，也能让机车族提早体验执行路桥的便利，期盼能用最快、最安全的方式，逐步洗刷男子百慕达这项交通恶名。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北高雄运动的新地标出现喽！耗资7亿元打造的男子坑运动中心正式启用，馆内配置50公尺室内温水泳池及拳击等多功能空间，为男子居民带来更便利的运动环境。男子坑运动中心是高雄第一座获得中央前瞻基础建设计划补助新建的运动中心，也是全市规模最大，也是唯一拥有50公尺室内温水游泳池的场馆。馆内除了游泳池外，还设有儿童戏水池、SPA 水疗池、烤箱、蒸汽室等完善设施，让不少男子居民都说，以后运动更方便了，真的好开心。我就较袂用游，游一个，洗出把洗一个，浸烧浸冷的，黑白浸，安尼足好啊。系啊。啊，内底设备安怎？足好。设备足好。目前这个游泳池啊，跟健身房是我最常去的。那如果那个羽毛球哈，能够价格再低一点的话，啊，或者是比较长时段的话，能够便宜的话，我会比较想去。我大部分的话都是固定那几个跑步啦，那或者是去拉筋啊什么的，这些都蛮有帮助的。对啊，这样3个礼拜下来，我们2个都瘦了2到3公斤。不只能游泳，馆内还有超多运动选择，像是室内综合球场可以打今年最夯的匹克球，也能打羽球、篮球。2楼则规划体适能中心和多功能教室，推出空中瑜伽、器械式皮拉提斯、有氧舞蹈等热门课程，不分年龄都能找到喜欢的运动，在这里尽情流汗，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那在我们男子坑运动中心呢，它的特色也就是，我们目前是拥有一个目前高雄唯一做50米的温水室内游泳池，算是我们男子坑运动中心的一大特色。那其中我们内容还包含了体适能中心，然后还有特色课程，有现在比较新兴的器械皮拉提斯的课程，那还有说现在比较热门的空中瑜伽、地板瑜伽，那包含说 TRX 综合肌力的这些课程，那包含有氧舞蹈课程，还有现在也蛮新兴的拳击课程，都是我们的所有里面课程的种类。运动中心也规划公益时段，每周1到周日上午8点至10点，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低收入户和身心障碍市民都能免费使用游泳池和健身房。此外，运动中心所在地的里民还可享有游泳池半价优惠，希望让更多民众可以轻松享受运动，养成规律运动习惯。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暑假开跑却伴随数位风险。儿福联盟最新调查指出，偏乡学童每周上网时间突破20小时，比都会区高出1倍。在缺乏把关下，手机形同电子保姆，孩童提早陷入网安危机。根据儿福联盟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偏乡学童手机拥有率破70%，抖音、小红书使用率更是都市学童的2倍。频繁滑社群引发眼睛肌肉酸痛，更有超过20%孩子只要不能用手机，就莫名感到心烦意乱。现实陪伴的缺席，让虚拟世界成为唯一的避风港。我们发现呢，我们的都会地区的孩子跟偏乡地区的孩子，在暑假生活的安排有一个很大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哦。首先，我们看到在都会的孩子呢，除了写作业之外，那可能发现有将近1半的孩子都要去上所谓的补习班、安亲班跟才艺班的部分。那另外呢，也有相当高的比例是去国内旅行跟国外旅行这是在都会地区孩子的部分。但我们看看偏乡地区，特别是乡村地区的孩子除了写作业之外，我们发现很明显的跟城乡跟都会地区孩子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可能有相当高的比例必须要去照顾家里面的弟弟妹妹，或是生病的家人又或者是可能就是自己在家玩3C 所以这种3C 保姆的情况，我们发现在偏乡地区来讲，比都会地区还要严重甚至差不多有1/4的偏乡地区的孩子告诉我们说，他常常是就是无所事事，在家附近游荡那这都隐含了许多的安全跟陪伴上的一些议题所以我们这次也发现大家知道现在的数位环境是非常普遍的那我们发现这次呢不分城乡使用3C 使用网络几乎都是孩子在假期的时候主要的安排，但是我们发现
在偏乡地区的孩子，他的社群的沉迷跟社群恐慌的比率明显比都会地区的孩子还要高啊。譬如来说，可能呢，我们在各式各样的社群平台上面，我们看到的部分，其实是偏乡孩子使用的比率都明显是都会地区孩子的2倍。这个数据是跟我们过去的调查是蛮不一样的一个光景哦。所以我们发现说，也因为经常使用社群沉迷的部分，所以一旦没有社群，孩子出现焦虑、恐慌、不安的比例，也明显的是偏乡地区孩子会高过于都会哦。惊人的是，高达36%偏乡孩子深陷各自裸奔困境，大方的在网络上公开照片、校名与班级。而不同于都会区孩子，多遇到氪金金钱陷阱，偏乡孩童遭网友主动搭讪，被索取生活照或要求开视讯的身体与隐私风险明显偏高。用的软体都不一样，有些是用 IG， 有些是用 Messenger 那些聊天。那另外有一个城乡的共同的议题，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数位环境，特别是在长假的时候，我们发现孩子的数位危害，特别是个资隐私外泄、外流的情况，都是一样严重的。那尤其是在偏乡地区的孩子，可能被网友要求提供私密照。提供这样私密的影片啊，甚至要求开视讯啊，甚至裸聊的这个比例也明显是高过于都会地区的孩子。那另外最后一点，我想要共同提醒就是不分城乡啊，我们发现我们现在的家长的数位素养跟关心孩子在社群上面或者网络上面玩什么的比例显然是不够的啊。那大概分别都有30%比例的家长呢，对于把3C 把手机给了孩子之后，却没有跟孩子讨论怎么样去做好所谓的网络安全的防范。那也没有去讨论所谓的网络使用的规则哦。面对长假空窗与失控的数位风险，单靠家庭防堵无法治本。儿福联盟呼吁政府透过修法，强制网络平台建立通报与监管机制，并结合社区挹注实体陪伴，才能在现实与虚拟世界中全面网住弱势孩子的安全。记者李希慧台北报道。中嘉宽屏3冠王双子星前进永康区西湾里活动中心举办社区媒体识读宣导活动，特别安排高龄志工实地演出防诈情境短剧，透过银法守护银法，阻隔高龄诈骗。台南市永康西湾社区发展协会1993年成立之后，不管是对长辈关怀、推动社区云照、水患自主防灾等方面，都受政府肯定。这回中嘉宽屏3冠王双星团队持续推动媒体识读和防诈骗的社区宣导，也来到这儿。会中平均70-80岁，甚至还有96岁高龄的长辈都踊跃出席。除了知道要查证来分辨真假消息，重头戏就是邀请乐龄志工用税籍等不动产诈骗的情境短剧，教长辈不能随便点，不能给他人资料，要记得165防诈骗专线，避免老本都被骗光光。连结你莫去台你，嘛莫去台看，你较紧第一个动作就敲电话，咱官方的电话165反诈骗集团，你来敲伊，咱的官方的伊会甲你讲，这个电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你毋好连这个动作你无爱，你变到互变成较咧行，就毋好啊！你的裤底就无去啊。卖我看咧行，你就对。哎呀。遇到被诈骗，我们就知道这个知识，我们就不会被他诈骗。不是每一个都是真的，每一样事情都要问清楚了再来做啊，最好有什么事要跟自己的家人说清楚，才不会误入诈骗集团的圈套。随着科技与网络普及，诈骗手法一直翻新，有些长辈因为资讯落差，时常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所以中嘉宽屏团队和台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合作，培训这群防诈志工种子，正是希望透过银法守护银法的在地渲染力，为社区筑起坚固的防诈安全网，也让西湾社区相当感佩。咱中嘉宽屏来到阮这个西湾发展协会西湾社区来遮，甲阮做甲老人解说一寡
什么叫做诈骗？其实一般拢知影，不过咱真欢喜，因今仔日经过解说佮演戏，互阮知影讲这真正是有这个诈骗的存在，所以以后伊会更较会拒绝，会注意这个诈骗的问题。这群长辈虽然没有受过戏剧训练，不过靠着自信和经验，从被宣导者转化为防诈种子。未来不管是在社区据点还是日常生活，他们都随时传递正确观念，共同打击诈骗犯罪。破解假讯息。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台南市药师公会响应115年长者健康促进站计划，以药师会馆为据点，服务北区长辈。课程规划功能性运动与中药防蚊包等手作 DIY， 实用内容吸引大批长者参与。台南市65岁以上人口截至去年11410月，已高达20%。为延缓长者失能，市府卫生局推动长者健康促进站。由专业的延缓失能运动指导员来带领长者进行心肺有氧、肌力与平衡力训练等功能性运动，并融入认知训练延缓失智。我们这个的课程呢，它是属于就是功能性的运动。那我们课程呢，就是会包含了蛮多种元素。那像今天主要是以心肺有氧为主，那训练长辈的这个心肺能力。那我们除了心肺能力外，我们还会有肌力训练、平衡训练，是一个多元的运动课程的部分。课程除了表定的心肺有氧、还有肌力、还有平衡之外，每一次的课程训练都还会再加入一些认知，让长辈可以动脑。就是延缓他们的失能，然后同时也可以促进他们去动一下脑袋，避免说平常都是做同样的动作。台南市药师公会理事长陈宝慧表示，会馆能成为健康促进站，不仅领先全市27大医师公会团体，更创下全国25县市药师公会首例。未来该计划总共规划80堂课，除了一半是运动课程，其他还包括生活手作 DIY 活动。课程里面呢，也不会说很无聊哈，其实是很生动的。那2个小时里面呢，有1个小时呢，我们是邀请利药运动公司，它会协助这个运动专员，有做一些健康哈，减少他们一些增加心肺以及减少肌力的损失的这个让他们健康的方面。那一方面呢，也会有一些像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药师来做一些专业的一些像用药咨询、正确用药以及慢性疾病一些健康的一些知识。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又邀请相关的一个专业，像营养师、职能治疗师、社工师、护理师，还有一些语言，就是一些复健师之类的，来协助这个长者的一些课程的计划。首节课邀请药师教导长辈制作中药防蚊包，利用各种中药材气味来干扰蚊子叮咬侦测，达到驱蚊目的。因为蚊子的话，它会有一个化学侦测器，它会去侦测到我们的那个气味，侦测到我们的一些那个温度或一些二氧化碳的话，去叮我们。那中药防蚊包它原理的话，主要是利用这些精油，这些我们那个植物它的一些精油的话，会去干扰它的侦测，所以它就不会去叮我们。那它的重点在于说，它主要是让蚊子它会迷失方向，比较不会找到人去叮，所以它主要是驱蚊的效果。看到长辈很有兴趣学习制作中药防蚊包，由药师公会提供场地、设备，并聘请专业师资。药师公会希望会馆所在地的承德里与小北里长者能踊跃报名参加。记者林莹跟台南采访 AI 播报。医疗科技大突破，奇美医院引进达文西 SP 系统，仅需2.5公分单一切口就可以完成复杂的手术，启用2周已经成功完成胃癌及肝肿瘤等微创手术，大幅提升治疗品质。胃
提供台南市民更安全、更精准、更舒适的外科治疗选择，奇美医院今年6月引进台南地区第1台达文西单孔机械手臂手术系统，加速病人术后的恢复，因为它只需要单孔，然后这个器械的这个设计更先进，所以造成这个手术的破坏会更小，因此病人术后的恢复会很快。微创手术已经成为现代外科治疗的重要趋势，相较于过去达文西机械手臂系统会在腹部留下3到4个伤口，达文西 SP 系统只需要一个大约2.5公分的切口，就可以完成复杂手术操作。是它一个特色，我觉得它就是像一个眼镜蛇的一个方式，它就是可以在多角度去摆动这个镜头，在不同的角度跟方向去看我们的视野，然后同时搭配其他3个手臂，那就可以在比较困难的角度可以做一些事情。启用第一例是帮85岁的妇人完成胃癌切除与胃肠重建，至今已经完成肝肿瘤、胆囊切除、腹壁疝气修补等手术。虽然方便，但操作难度极高，医师还是建议要看手术难度，才能达到精准又安全的医疗品质。记者收海滩的报道。再带你来看桃园捷运棕线先期工程，在 BR07 站预定地举办开工典礼。市府向中央争取456亿元预算，将利用270天进行路树移植与路桥拆除等前置作业。未来 BR07 站将成为4轨交汇的超级枢纽。祥狮线内动土开工，象征桃园捷运棕线于9日迈入建设新里程。棕线全长11.38公里，其中地下段约6.1公里，由新北回龙站一路延伸至台铁桃园站。为降低未来主体工程施工对市区交通的冲击，市府团队展开先期作业，优先针对 BR02、BR04、BR06 及 BR08 站周边启动为期270天的先期工程。那么棕线非常重要，除了它连通桃园龟山到回龙，打通桃园到大台北的这条捷运路线以外，另外将来也会连接我们的橘线，橘线会从我们这边一直拉到中坜、平镇、龙潭，甚至未来的龙潭科学园区扩建，还有我们的银线从这边拉到长庚医院，再拉到体育大学。这个先期工程主要的目的，一个是让未来主体工程能够进行得更快速，二来是在主体工程施工过程里面，把这个对于周遭居民的不便降到最低，所以我们会开始进行骑楼的整平、路树的移植，还有这个路桥的拆除，希望透过这些先期工程，达到刚才讲的目的，也让我们市民真的感受到说我们棕线动起来了。这次先期工程聚焦3大重点任务，包含了沿线的骑楼打通与整平，配合季节的路树移植。另外，为了配合 BR04 站的站体规划，必须腾出必要的施工空间，因此也将同步拆除吉盛路桥。这项庞大的100年建设，在地方与中央跨党派的极力斡旋下，今年顺利向中央争取到了高达456亿元的经费预算，让工程得以顺利发包。这个中线捷运的经费就是争取的第一要务了。那也感谢中央地方不分党派的合作。这个我们2月就职嘛，3月基本上综合规划就全线核定。那这个经费还有详细计划的过程，我们也持续的协调，在大概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全面的做经费的最后的确认，所以有了先期的工程。那除了先期工程之外，我想这个机电标招标的过程也算顺利。那我想机电标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就可以这个有效的期待土建标可以尽快的发包。这个对于整个下龟山地区的发展，其实是乡亲期待非常长的100年建设。那期待在张市长的领导之下，大家共同努力向前，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的圆满。而这次举办开工典礼的场地，正是未来的 BR07 站预定地。这里未来不单单只是中线的停靠站，更将升级为4条捷运路线交汇的重要枢纽，包含往青埔的青线、往中坜与龙潭的橘线、往长庚医院的银线，再加上原本往返双北的中线，将彻底打通桃园的交通任督二脉。
而捷运局也强调，先期工程里的骑楼打通，更是为了未来的行人安全提前买保险。我们就觉得应该先把它优化，先做这个先期工程，在车站地区的部分要在开挖的时候，让民众可以走骑楼，好，然后路树呢，跟这个天桥，它在施作的过程啊，其实不需要让主体工程，因为它要施作，然后再等待。那这一次其实在骑楼整平的部分哦，我们全数的相关的居民哦，都配合，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哦，所以我们会努力的把这个先期工程做完，然后随后会推出主体工程的动工。那也希望说赶在我们的这个121年的期程内啊，来让它顺利通车。捷运建设无可避免会迎来交通的阵痛期，但透过270天完善的先期优化作业，不仅能提早解决管线迁移等复杂界面，也能确保未来架设施工围篱时，市民依然能保有平顺无碍的步行空间。随着前置作业全面启动，桃园人期盼的北桃便捷生活圈正一步一步化为现实。记者李成浩桃园采访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连接市区与仁武产业园区的新庄路，因为过去道路动线不连贯，尖峰时段经常围堵。高雄市政府近期正式启动路型改善工程，打通园区道路，提升通勤效率与行车安全。仁武新庄路衔接城关路一段，串联国道10号仁武交流道，是当地往返市区和产业园区的重要道路。不过新庄路与园区动线没有衔接，车辆都必须转弯绕道，不但尖峰时段容易回堵，大小车交织还会增加行车风险。经过地方多次反映与跨局处协调后，市府终于启动截弯取直工程，让当地居民相当期待。安尼去就要过较方便啦。安尼叫做好行，搁较大条，较好走啊。较早都无方便啊，拢爱搁坐一轮啊。即摆唔免啦，都直接行得啊，安尼较安全啊。都是不用一直绕啊，而且前面那边还有很常有大车啊。就觉得比较方便。对啊，就都打通，就不用再就绕路走这样子，比较安全一点。做到一段路啊，已经将近要完成啊，对着新增。遮的人甲新庄路遮要出入去产业园区工作的人员有一段舒适的道路非常欢喜，感谢进县议员甲瑞虹议员来争取安尼。这次工程将打通新庄路与园区道路之间的分隔岛，重新铺设路面，让车辆直接通往产业园区，必再绕行而行，同时也增设行人通行空间，让车流与人流都更加安全顺畅。将有机会疏解尖峰的大量车潮。这个所在有这个分隔岛足偌杂条所以伫遮我嘛是机会，甲安尼市府建议讲，爱甲新庄路要通往安尼产业园区这抓，甲这分隔岛甲拍开了，会当截弯取直，互民众要去金林路嘛当直接对产业园区入去，就去到西凉沟，就去到迄个乌宅那迄边安尼，会当。减少着安金林路未来安尼产业园区若开始厂商拢进驻了，会减少迄个交流量，会当安尼机车、乌多爱上班的挂车辆会疏解这个交通的拥挤互民众会较方便安尼。目前工程持续施工中，待 AC 路面铺设及标线画设完成后，即可开放通行。不仅改善长期交通瓶颈，也能提升往返仁武产业园区的通行效率，提供更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以上就有今天的中嘉周报新闻，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准备好乱跳大的了吗？Let's go！
沈大哥，等等，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115年起，驾照换照年龄下修至70岁哦。换照时不只要体格检查，75岁时还要做认知功能测验，还免费提供最新交通安全法规教育训练。提早70来换照，多做数载，啪照。今天我载你。OK， 政策上路之后记得去换照哦。争取3天，争取更多时间，防范未然，平时共同讨论家庭防灾计划。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难收容所吗？那如果手机不通的话，大家要怎么联系呢？分散时约哪里当紧急集合地点？防灾包多久要更新一次？我负责清点防灾包。那我负责关闭家中水电。我负责规划避难路线。我负责照顾阿嬷。我负责照顾小乖。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灾计划，争取3天，争取更多时间。要是对报，好亮。抽了会不会出事啊？要抽吗？啊，你怕屁啊！你知道抽到我们台湾是违法的吗？我朋友他们就说，偶尔抽一下放松一下没关系的，而且我可以控制的。你觉得你可以控制？可是昨天你在路上驾驶，差点发生事故。订旅宿最怕订了却被告知入住原本不存在的2馆，住旅宿最怕去了结果发生不预期的意外，订房汇款最怕汇了最后碰上诈骗。拒绝非法旅宿，选合法就上旅宿网。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